1963年8月28日，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恩伫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政府整作的歧视大细帮。伫集会现场发表出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带美国走上民主发展史上上界重要的一里路。马丁·路德·金恩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半世纪以后，好莱坞将这个故事拍做电影。1991年8月28日，台湾突破外交困境，正式向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申请入会，而且是比照奥运的模式，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申请。结果伫2年后，甲中国香港同时核准入会，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台湾敢会使派出经济事务利益代表参加。所以讲，每一届的高峰会，台湾总统想要出声，北京当局拢会主动。2008年8月28日，台北地检署侦办调查局前局长叶成武涉嫌创前总统陈水扁新妇黄瑞珍伫瑞士开户的相关公文。叶成武正式被起诉，变成洗钱事件内面头一个被起诉的人，嘛是中华民国司法史上头一个被起诉的调查局前局长。